台语文康榜来关心的是，目前全国呢，这台语人口是有80%，也毋过台语学校煞干那一间尔。台语路协会是来呼吁各县市应该着爱来设立台语学校，保障教育资源。另外，这6岁至14岁的囡仔呢，是干那7.4%会晓讲台语尔，这嘛显示设台语学校着爱赶紧。大人囡仔大声喊出要爱台语学校的心声。根据国家语言发展法，今年高雄市北岭国小正做全台湾唯一的台语学校，嘛实现济家庭互囡仔用台语学各种学科的心愿。来自各地的台语共学团17召开记者会，因指出根据资格总处2020年的统计，全国的台语人口有80%，台语学校无应当是少数人才有的权利。因呼吁各县市嘛着设立台语学校。讲台语了后，朋友对你做学。有。因敢若因要自学，一个人确实较孤单。若是有搁较侪人的话，会使做伙学习。台湾台语路协会嘛指出，根据在位法来看，大多的预算，其中高雄吊车尾就有通办台语学校。因认为想要提上济资源，应当爱尽义务。尤其根据资格总处5年前的调查，6岁至14岁囡仔，敢若剩7.4%会晓讲台语，已经有传承危机。协会认为，愈需要透过台语学校来发展台语。因毛利语因嘛伫咧1970年代，差不多特别拢无人会晓讲啊。但是因做即个语言秀语言潮，利用即个语言秀全母语的学校，成功甲因的即个语言会使搁救回来吼。所以这是咱即马是安那足需要爱有台语学校的原因吼。记者会现场嘛有来自湘北新竹和桃园的议员参与，表态愿意伫咧议会提案支持成立台语学校。台北市呢成立一个台语的普及推动小组的成立，这个会期呢，我也会呢小揪吼，温马大家拢吼支持温台语被附赠的议会同仁，一起来推动我们台语实验国学校的提案。我囡仔就出世就晓讲台语，但是伊去学校以后，马上就拄着华语上课的一个状况，所以一开始伊是听无的。咱就希望讲新北市的教育局应该要重视这个台语学校的建立。台语路嘛指出，目前像客家小学有3间，原住民小学有36间，因呼吁各县市政府成立台语学校，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，实现语言平权，保障台语教育的资源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